侬会想过要开潜水店的呢？没有很多华丽的理由啦，有很多自己的原因，就是想要改变一下环境。可是我们夏天像今天天气很好啊，也不能在这边发呆等灾情啊。对我们来讲，就像你讲，我是时间管理大师，我是没办法闲下来3天我就不行了。我的人生如果让我放3天假，我就会生病了。还有，然后那时候那一年也发生蛮多华人的水域活动的意外，包括香港、中国、台湾，特别是台湾人。冲绳一年大概要去年大概80几件的水域活动意外，其实不少。整个冲绳县，死亡就占了23个。哦，所以那一年华人就无期死亡。所以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数字，尤其像我这个以救灾为主的，所以对我来讲那个是我的责任的感觉。我心中有那种想法，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，我的朋友就塞狼啊，塞狼客家话怎么讲？鼓吹你哈，说送，左手你，左手来讲，按不你出来快手了，叫我出来开店，真的朋友就说，那你出来开，至少我的店的客人会安全嘛，他们知道我的背景嘛，然后我也是潜水教练，就这样子我就开潜店了，我真是这样开始开潜店。开潜店对我来讲是最没有难度的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教练嘛，然后就知道要开潜店之后，就那一年就赶快把日本国内的潜水士国家考试就考完了，然后又去考了开船的资格，就把这些需要开店的条件都赶快在最短的时间去补齐了。补完之后就申请了，把我的工作签证转成了经营管理签证，就自己创业。简单讲，当初会开海潜就是安全，不是我的安全，是我觉得华人的安全在那个时候太没有被受到重视。然后我就开了店。那开了店，其实我们也没有很顺利。第一年蛮顺利，第2年就碰到疫情了。所以我们第2年就喝西北风了。2019年的4月以後，我们就进到疫情期。疫情几年？3年了。然后我就回到了广岛工作。我个人1个月就飞回去广岛10天，因为回到那边才有更多的收入嘛。然后整个疫情亚太我都走完了。